你好，今日我介紹呢個中環擺花街嘉寶商業大廈嘅筍租盤俾大家睇睇啊！呢個單位呢，有裝修又有家私嘅喎，一齊入去睇睇。單位面積1200幾平方尺，呢個就會議室，員工工作間都幾闊落㗎。有2間老闆房，仲有士多房啦。如果你想睇呢個單位的話，記得 call Albert 關，打呢個電話號碼搵我就得啦，我一定可以幫到你。